熟悉本地藝術界嘅朋友咧，一定會認得出朱慶華嘅作品。佢繪畫香港城市生活、社區面貌，一眼咧就認得出啦。我哋嘅節目咧都介紹過幾次佢嘅藝術創作。今年係朱慶華嘅90大壽，畫廊特別舉辦咗一個展覽，為佢慶祝呢一個大日子。我雖然咧年紀大咧，聽覺就唔係幾好，但係咧我手唔震嘅，好定嘅。年近90歲嘅朱慶華雖然要戴助聽器，但係有一樣嘢冇改變過，就係堅持每日喺佢元朗嘅屋企畫新作品。喺元朗市中心裏邊咧，有一笪地方叫做大橋村，咁我就好中意呢間屋，咁我覺得佢咧好吸引我。我中意嗰隻顏色咧，嗰笪嘅顏色我會記住佢；唔中意嗰啲咧，我就翻嚟自己任我自己話事。我係好似一個編劇咁樣嚇，將呢間屋咧見到之後咧，將佢編輯過嚇，將嗰個寫實嗰個感覺，用我自己嘅方式嚟到畫咗佢出嚟，即係千金難買開心事啊！咁畫畫係我最投入、最開心嘅事情。每一個 stand 俾你投入嚟到過你嘅生活，咁成日坐喺度戇居居，咁啊好辛苦噶嘛。朱慶華1935年喺廣東出世，1950年跟屋企人嚟到香港。佢細個嘅時候已經對繪畫好有興趣，其後佢去咗英國接受精神科護士培訓，返嚟香港之後，佢曾經喺青山醫院同小欖醫院工作咗24年。1992年退休之後，就成為全職藝術家。為咗慶祝朱慶華今年11月90歲生日，漢雅軒舉行展覽，名為《朱爺90生日快樂》。展出佢由1970至2024年間創作嘅61個作品，其中17個作品描繪佢喺醫院嘅日常工作同埋情景，包括呢幅早期畫作《病患的幻覺世界》。呢個人，咁呢個我畫呢個係圓拱咧，就係佢嘅世界嘅範圍啊，加上側邊咧就有啲呢啲咧。就係佢嘅 hallucination， 就係會有啲咁嘅錯亂嘅嘢啦。我哋係唔明嘅，精神分裂病、抑鬱症、狂躁啊！一日見8小時，一個禮拜7日，咁對於啲病人咧熟悉到非常。好多身體嘅語言咧，啲動作啊，係同我哋係唔同嘅。要畫出佢哋活在自己嘅世界裏邊嗰種嘅景色，唔可以用日常生活嘅景色嚟到做背景，而係用一啲好無奈嘅顏色，通常都係比較暗啲嘅。其實精神科醫院唔係所有嘢都係陰陰沉沉嘅。呢個作品就同展覽名一樣，以生日為主題。呢塊布咧係表達病房裏邊嘅一個部分。嗱，呢個係球仔嘅一啲木雕嚟嘅，佢有佢個表情嚇，咁樣望咁樣嘅嚇，成日都係坐喺地下嘅。呢個蛋糕咧，我就喺屋企啊，抄咗一嚿木，打風嗰陣時咧，將一棵大樹打冧咗，我哋戒咗佢留翻嚟做作品。咁再咧用啲好粗嘅釘啊揼落去，係做嗰啲蠟燭。再畫一啲比較 sharp 啲嘅顏色，咁嚟到做嗰個蛋糕嘅花。用一塊紙皮加啲咖啡色落去，就做咗一塊香脆嘅朱古力。又畫一個有人喺度彈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咁啊，係祝啊球仔生日快樂。
退休之後，朱興華轉移繪畫城市風貌、日常生活同普羅大眾。今次展出嘅作品有3/4都係圍繞住呢啲主題。我話啲女士咧就係最中意㗎啦，去 shopping 啊，去買嘢啊嘛，你睇係個個都一代二代咁。阿婆釘啲紙皮去賣咗咁啊，賺錢啦，係咪先？咁呢幅咧，我用金色，因為當時嗰啲樓咧係好貴嘅。我哋舊時話咧，寸金尺土啊，即係一寸金咧就一尺土，咁都係貴重噶咯。但係我而家唔係喎，尺金寸土，一尺金先至買到一寸屋，咁又係表達對社會我所見到嘅嘢咯。涼風有信，除咗畫畫，朱興華亦都中意粵劇。佢善用中國顏料同水墨，仲有分層同水墨擴散技巧，描繪身邊睇落平凡嘅人同事，好似呢對情侶拍拖行街。或者佢自己喺花園入面摘龍眼嗰陣俾蜜蜂針。呢啲小花係我個工人一幫我種嘅，呢個係紫薑，係特別靚嘅開得。辣椒啊，佢又種辣椒啊，呢啲都係梅花，呢啲係桃花。最簡單就揾張買嘢嗰啲收條，咁啊擔張凳對住嗰個花盆畫，10蚊都唔使啊！連紙都慳埋，咁呢啲係一種有成功感，覺得唔一定要使好多錢先至畫到一啲畫嚟到令自己開心嘅。我滿足現在，因為我不嬲。All the time 我都係畫畫，因為我有做藝術，見到各樣不類嘅人啊，佢哋嘅生活環境，如果佢哋令到我有感覺嘅時候咧，我覺得人嘅生活咧就唔係淨係自己咁簡單嘅。總之有畫畫，有生活安定，咁就係人生最安寧嘅情況。